我下面后呀没头牛会走天马路，俺会走好那么多年好。俺天马路好那么胖嘞，娘牛怎么嘛么下了奶嘞？俺会走天马路的。俺什么的呢？在穷来俺喽，俺来嘛的呢？到家有来俺喽，俺我小买一红东来俺喽。我手要红东嘛错了娘，小我下面这个有咋咋，妈妈嘞娘什么的呢？在穷米啊几农娘的。哪有要都有嘛错嘞，后来又买到家有，米啊几农年那挺好啦，挺太得了呢。提拉拉多嘞呢，提个酒嘞呢，牛毛毛的，阿妈莫下来面喏啊。牛毛毛的嘛，莫下个了，俺怎么的？但你好好了那一次，怕来到了呀。俺怎么的嘛是农家的，推了车子的嘛来农家没弄的牛米呀糊化了，这怕了。了的米罗火火了，最近怕老难好。俺看路啊的，别叫那么多年啊。我看啥的啊？人民操那么多年，牛虎好了那面糊，好了的啊，牛米呀手没进来呀。俺我人民说，人那么多农家的，嘛一人民的嘛，用啊就那么多年喏啊，嘛一米老的嘛，用看草那么多年。
米呀片，我这就那特了吃特啊达嘞，吃大罗达呢。我个腿米莫嘛老娘好，个大莫嘞呢，我嘛看嘞老的，牛米呀片我嘛地嘞，一个嘞呀，我个腿米。莫啦老娘，俺那么嘛里有看的，俺那么里呀嘛你啥子老娘？我会做好那么多从莫啊嘛莫啊下来了好命，我写下命啊的，天里啊你弄嘛的不？你弄我好见到的，我弄怕子的啊，我出门的，买了米的买我就来啊，了米糊好嘛来嘛都来了娘。不是人民操的，有俺们来牛了。不是人民没有老娘操的，没有老娘。啊，瞧不米呀！当我下一个了的，俺们家人呢急了，俺妈妈可人呢红急了，牛听那毛子。我跑的啊，会弄到他大，想怎么来面？米他是那么来娘，到他那大想怎么啊？俺大想怎么到就来面？米头啊，毛内呀，片中啊，洗来了好年。可能是啊，毛片中小的，那红那草在嘛明年哦。弄到啊头，大象怎么？大象怎么到啊就？巷子红呐，我在嘛面莫来娘，小下面的米全弄到了。牛草
莫妈莫晓得，俺们家人来记了啊。因为怕飘袖路不及了，马溜了不牵马步，我了的俺们莫的妈莫下脚。我写下面啊，咱们个月了我了解嘛我嘞呢，那个月了多混了钱没嘞面，俺怎么用么？我来面的什么个好？没来面的，俺们没得嘛，有时就还没了面，好你弄我好去哪的哦？天呀，黄人子他妈的没了娘天他好啊，老老多没了面，天面活不草上了，多没了娘，些下面哈。我怎么到大天呀，活的嘛，没得脸来的了。天他活路了嘛做嘞，天面活不草上了嘛。做起来的了呀，我怎么都打哈家？有人嘛有那起来我听的嘛，你嘛就起来的了的。这苦难嘛牛嘛土里呀来到了，那个米子老小家里嘛和娘米全弄得了，他妈有你么嘞嘛西嘞娘吼。我妈有你啊，胡老面没来呀什么有你没来，没事来呀什么都求，靠片多没来呀，些下面的。我从家从前快票还没来，要还没有得些没积累忙啊，要还没有了得些济南路。
鸡蛋小小把小，俺俩也不用做啊，要嘛度娘些下面。上马五度秋，可偏到还没米要三不女孩叫么鸡，老姨妈我不女嘛还叫鸡妹，鸡叫啊小八女。也没把做啊，哟，马度娘，下来娘，换侬妈妈了，但妈妈叫侬娘哦，从妈妈下来娘喏不然你操的没有农民，牛怎么买么？我晓得，这道子刚老还不是嘛做了多年。到娘是啥？不马路还不是嘛毛了了。人家下面呢，牛怎么嘛没小叫呢？没呀，瞧唱人话做老娘，我下面的马都叫到还马通毛娘啊，马不一路还马不毛命。我觉得团那一回哟，在老年我下来呢。